为丈夫和孩子走出隐症，迎来新生命祷告。第54天，家庭喜乐氛围。喜乐的主啊，你是我力量的源泉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。隐症为我们的家庭带来了压抑、紧张和沉重的灵，我为我们整个家庭的氛围向你恳求，求圣灵将属天的喜乐与轻松如同甘霖般浇灌下来，驱散一切的阴霾，让笑声、鼓励的话语、平安的感觉重新充满这个家。愿我们的家成为温暖的避风港，每个成员在其中都得着安慰、鼓励和力量，亲身经历到你才是我们喜乐永不枯竭的源头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